美国、英国达成贸易协议，刺激美股大起。这台股的早盘嘛对咧起，收盘时阵是大起371点，收伫咧20915点。台积电嘛起31块，收伫咧949块。不过美国是连面就要公布这半导体关税，所以讲股市的状况是爱去观察。有产业分析师就认为讲，这半导体关税可能嘛无假。台股找到开红盘，早盘起超过200点，台积电带电子股捌徛上942块，后续起价幅度有较黏。分析师指出，对点关税较大，台股经过1个月修正回补，不过刷来的半导体关税未明，市场是拢伫观察。市场现在其实比较关心的是，川普他撤回关税的速度以及幅度。另外，更重要的就是对于亚洲供应链国家的一个协议内容到底会是如何。美方预定这礼拜宣布半导体关税，前伫昨夜收集公众意见已经结束，收到43篇利害关系人的回复，表态意见无济。产业分析师认为，美国希望伫国内建立半导体加 AI 供应链，半导体扣税已经是明确的方向。初期可能类似对点关税，税率未伤低。市场预测可能伫25%至8%。美国呢急于将整个这个半导体相关重要的供应链拉回到美国来制造，预计晶片关税的一个课征，它的一个税额一定不会是偏低的。专家预测，初期半导体关税税率偏悬，尾仔可能会进入加各国协商的模式，会影响半导体业者相关投资布局。转去产地投资美国是早暗的代志，不过美国生产的成本悬，嘛有欠工的问题，若是议价能力较细的中小型业者，可能也是爱个观察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